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今仔考察第8地检署，外界针对侦查无公开有真侪质疑。检察官出身的调查委员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嘛表示讲，伊做立委以来毋捌干涉任何的个案，也毋过违反侦查无公开的代志，却定定发生哦。民众党的立委张启凯嘛表示讲，若搁再有争议，会来提检法务部预算。 我从2月进立法院到3月开始质询，包括前部长蔡清祥部长，包括现任部长，我再三一直强调侦查不公开违反的问题，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。那他们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，反而即使到上个礼拜都还有很多的讯息泄露出去。所以本次来跟个案完全无关。 说侦查不公开泄密这个事情啊，他们有非常多案子，就是说长久以来他们是有在调查，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在调查柯文哲的案子，因为柯文哲是在最近这2个月来泄密或者违反侦查不公开，这太严重，所以大家只有看到柯文哲的案子，我们很期待今天来啊，是帮我们的法治去捕破网。 那北立委选伫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继续羁押来考察北检哦，有民众党的立委呛讲要来提检预算。另外立委赖瑞阳是批评讲，若有明显的意图，就毋是好的安排，嘛强调讲立法院无应该对司法来施压。